你好，迷你故事兩則，小麗篇。以下兩個故事係由小麗提供嘅，雖然唔至於太過靈異，但係可以引證一點：個人體力、精神能量過低，會容易遇上不尋常嘅事。有一套日本受歡迎嘅動畫《咒術迴戰》，劇情係屬於科幻奇情類嘅。但主題入邊越令人非常同意一點，有好多怪物嘅出現，都係由人類嘅負能量聚集而成嘅。呢個係個比方啦。同樣，人類嘅能量嘅高低、正負，甚至善惡，都能引發一啲事情嘅。大家都聽過好多靈異故事，我哋何曾聽過呢啲故事嘅開頭係喺上班途中、去旅行嘅開端，呢啲精神奕奕嘅時間啦，十之八九嘅場景往往都係發生喺夜晚收工啦，又或者夜晚玩咗一整日返酒店，又或者係醫院等等咯。呢啲時刻嘅主角往往都係攰到痹啦，或者身體不佳，或者情緒不爽，自己嘅能量已經唔高，好容易會出亂子嘅。若然外界有些微侵擾嘅話，就抵抗唔到咯。第一個故事係事發於10多年前，小麗同屋企人啱啱買咗架車。據佢講，當時好多零件喺內地買呢係好貴嘅，反而喺香港買係會比較平。而佢朋友又啱啱有一架車可以行走中港嘅7人車，所以呢個朋友都可算係生死之交啦啩，竟然同意同佢一齊製作一套合拍片，片名叫做《換命快遞》。首先嘅貨品係非常重嘅呔鈴同埋車胎。呢個7人車每次只能運載各一，咁樣就需要行幾轉啦，唔係一日行晒嘅，分幾日啦。佢哋用嘅路線就係沙頭角口岸，交貨嘅時間就梗係夜晚啦。頭3次，小麗都係喺深圳嗰邊等貨到嘅，鑒於時間呢唔係太過準確，所以佢打發時間嘅方法就係去水療中心度做 SPA 咯。好處就係留幾夜都得，又舒服。咁喺黑與不黑嘅比較入邊提過，小麗係幾黑仔嘅。當時佢又未認識師傅，而前3次嘅成功交收，睇嚟係佢呢位生死之交太好運啦。不過第4次就嚟了啦。小麗啱啱喺香港玩咗成日，咁就索性跟佢朋友車連人帶貨一齊北上啦。又經沙頭角公路，當時嘅通關時間係朝7晚10，佢朋友就如常揀咗最晏嘅時間嚟過關，一向都相安無事嘅。但係呢一晚，小麗諗起呢位朋友晚飯嘅時候飲咗幾杯，自己都好攰噶啦，但係呢都自動請纓做司機。呢條公路喺街燈之下行駛，就令人覺得好暗，大概只能夠靠前面嘅車頭燈先至勉強睇到前面所行嘅一小段路，能見度好短，唔能夠開太快，咪梗係唔可以太慢啦。話晒都係公路，你怕撞前面啫，但係亦都怕後邊有盲毛撞你噶嘛。雖然前面冇車，小麗就問朋友：呢條路每次都咁暗噶，你點揸啊？朋友就好奇怪咁話：唔係啊，你覺得暗咩？喂，你唔好揸得咁慢啊，小心翼翼咁，你又唔係 P 牌。
小麗話唔係嘛，咁都唔算黑，你啲眼力都幾好噶喎。咁啊稍稍快咗少少啦，免得佢朋友嘮叨佢啦。喺呢個時候，竟然見到前面有個路障，有3個好似警員嘅男人用電筒照一照小麗，示意佢停低。哇！呢個時候，小麗心頭大跳，當堂嚇到鼻哥窿都冇肉。架車上面有啲乜嘢啊？唔通今次真係上得山多終遇虎？小麗驚到黐線，感到一時血液都衝上大腦，一時又衝向腳尖，手震腳又震。佢諗緊自己生活到咁大個，一向循規蹈矩，返學嘅時候冇俾老師訓過一句，返工嘅時候冇俾上司鬧過一句，估唔到為咗慳嗰幾個錢就犯上刑法。佢心頭一涼，硬住頭皮收慢車速啦，打個死火燈，將車停埋一邊，等住接受法律嘅制裁。呢套換命速遞大概就要停拍啦。佢咁樣做之後，佢嘅朋友突然大叫一聲，又嚇一嚇佢。本來心血已經少嘅佢，俾朋友咁樣一嚇，差啲暈低。佢落車定一定神，佢朋友都跟住落車，從佢嗰邊又上咗架車，大聲同小麗喺度叫：你唔舒服啊，都頂埋條路啊，喺呢度停落嚟死人噶！小麗正要申辯，想指住前面嘅路障，但係前面係一條直直嘅大道，街燈都好明亮，何來3個男人呢？又何來有路障呢？旁邊仲有趕過關嘅車駛過，用奇怪嘅眼光望一望佢哋，以為佢哋架車拋錨。小麗真係百口莫辯啦，散散地上返車啦，由佢朋友駛埋餘下嘅半段路。佢喺車上面將頭側向車窗，望住外面一片光亮嘅街燈同埋公路景象，心頭千回百轉咁諗頭先自己見到嘅一切，冇出一句聲。咁佢朋友呢都冇再話佢啦，以為佢真係唔舒服到一個點啦。小麗忍唔住從自己嗰邊嘅倒後鏡望過去，竟然又見到嗰3個所謂嘅差佬追住自己架7人車跑，但係冇跑幾步就好似影咁樣消失咗。小麗本來想叫朋友回頭望嘅機會都冇啦。過咗關，朋友就帶佢到成日去嗰間水療中心度等佢休息下啦。如果再唔掂，就即刻揾個醫生睇下啦。小麗一到水療中心就放鬆咗啲啦，但係覺得成個人都虛脫咗。一嚟大驚大落，二嚟心緒不寧，鬱結到極啊！佢同朋友講好攰，大概瞓一陣就冇事噶啦。跟住落嚟乜嘢按摩啊，咩 SPA 啊，咁佢都唔知幾時結束啦。淨係知道自己一瞓低就好似就嚟要暈咁樣。唔知過咗幾耐，喺一片寧靜之中，佢感覺到房間有幾個人喺度行嚟行去，唔通係嗰啲按摩員？隔咗一陣，有啲嘢試圖從佢嘅左邊胳肋底鑽入佢個身體，好似一隻大型嘅動物，唔似老鼠噶，反而好似一隻非常多毛嘅柔軟動物，似隻大貓咁樣呢。佢嚇到一下子想跳起身，但係個身體又唔喐得。嗰塊面呢，仲塞喺嗰張按摩床嗰個窿入邊。咁望落下邊呢，黑蚊蚊，睇唔到嗰個放有自己手袋嘅籃，淨係見到一片黑。呢間房從來都唔會閂燈噶，做咩咁黑噶？小麗就眯埋眼用力，只能夠將手緊拍喺床邊夾住。咁嗰隻嘢又想從佢右邊嘅胳肋底鑽入佢身體入邊。小麗呢個時候已經唔驚啦，反而嬲到痹，自己又驚又怕咁成晚
又有呢個唔知乜嘢嘅嘢騷擾佢休息，佢塊面就窩喺個窿度，就大鬧起上嚟。佢為人呢好斯文嘅，但係呢個時候真係太嬲啦，一下子就將鬱結化為一堆星星、月亮、太陽、魚蝦蟹，鬧咗一地。突然一隻手打喺佢背脊一下，佢一張開眼，咦，又見翻自己個手袋咯喺床底。佢能夠喐啦，就一個翻身，見到一面吃驚嘅朋友眼定定咁觀察自己。房入邊燈火通明，佢朋友問佢係咪發噩夢啊？突然間大聲呼喊，鬼食泥咁樣，嘈醒埋佢，所以咪嚟拍一拍佢咯。頭先見佢做完嗰個熱石，就喐都唔喐，以為佢瞓咗啦，所以自己咪跟住瞓咯。佢問小麗係咪要睇醫生啊？你今晚咁怪嘅？小麗瞓咗一個小覺，清醒咗唔少，就將事情原原本本咁話咗俾朋友聽。朋友聽完之後都覺得好驚奇，回咗佢一句：唔係上得山多終遇虎啊，係多行夜路必遇鬼啊。小麗覺得佢呢位朋友能量超強，決定跟佢出大廳嚟個腳底按摩，磨到天光先至返屋企。至於4條呔4個鈴能夠慳到幾多錢，我就唔記得咗問咯。再嚟一件事，係小麗同師傅一齊經歷嘅，有啲似嗰套韓劇嘅息怒咁樣。人哋嘅劇情發展呢係靠一部對講機，而小麗同師傅就靠大家個電話咯。係近期嘅呢個。得小麗同老公同埋師傅同埋幾個 friend 玩通宵，又打牌又唱 K， 差唔多天光至瞓。但係師傅中午就醒咗，唔知係約咗邊個，堅持要喺黃昏之前趕返去樟木頭。話說小麗嘅屋企喺番禺啊嘛，大家就苦勸師傅留低。咁啊，小麗兩公婆就話：大家休息一日，跟住就去肇慶啦，一齊。咁你嗰陣時再返樟木頭都唔遲啦。但係師傅唔肯，又話冇閂門，又約咗人咁樣，堅持要走啦。所以小麗只好為佢買咗個城際票，咁呢就係1355開出嘅。月亮人覺得冇必要講到咁精準啦，直接講2點開咪好咯。今日送咗睡眼蒙蒙嘅師傅上車，小麗又返屋企補眠啦。佢話呢程車呢，大概1小時7分就到樟木頭噶啦。佢就係咁仔細噶啦。咁到咗下晝3點3左右，小麗就打咗個電話問師傅到未啊？師傅原本喺車上邊瞓着咗，接到電話睇下，原來只係到咗松山湖北站，仲有4個站至到喎，點樣都會脫時噶啦。小麗覺得好奇怪，上網去 check 又冇話列車會延誤啊，竟然咁樣。不過都冇細諗啊，小事嚟啫。講咗幾句就收咗線啦。到咗3點9，佢又打電話俾師傅，大概到啦啩。師傅又瞓着咗，又俾佢嘅電話嘈醒。師傅睇下架車，呢次連師傅都覺得奇怪啦。佢話唔係，又係松山湖北站喎。小麗就覺得唔係啊嘛，唔通架車故障壞咗半粒鐘都冇開到？師傅話唔係啊，一直都有開噶，只係原來倒帶咗幾次啫。咁師傅個語氣好似見怪不怪咁，處之泰然。小麗呢次想同師傅繼續講嘢，講到佢落車為止，以監視列車嘅駕駛情況。但係師傅唔肯同佢講，寧願瞓覺。一陣間又掛咗線啦。小麗就再過半個鐘，又再打電話俾師傅，佢竟然清楚喺師傅嘅電話度聽到
架車只係去咗上平，仲有2個站至到樟木頭。小麗真係驚呆咗啦。師傅反而提議，不如咁啦，你唔好再打嚟啦，我自己到咗會同你報平安噶啦，煩死人啊！小麗見到師傅嫌佢阻住佢瞓覺，咁佢自己都攰啦，仲嫌棄佢就索性倒頭大睡啦。點知呢次就反而係佢俾師傅嘅電話嘈醒啦，話已經到咗樟木頭啦，其時係1510。小麗抹下隻眼，再睇下個電話，佢頭先同師傅嘅通話記錄全部都唔見晒，因為佢第一通打俾師傅嘅電話係3點3，即係1515，甚至而家都未到佢第一次打電話問平安嘅時間，成架列車都冇誤點，乘客亦都冇歧義，高高興興咁落車。師傅只係重複咁樣話：唉，到咗幾次帶啫，冇咩大不了嘅。小麗聽到師傅咁講，就知道自己頭先並唔係發夢，唔通同師傅發埋同一個夢咩？而係真係同師傅經歷咗一次漫長嘅列車之旅。不過師傅就坐得耐咗啲，但係又準時咁樣翻去樟木頭啫。小麗當時喺度諗，如果師傅冇貪睡，咁佢可能唔會經歷一次又一次嘅倒帶，連帶自己都倒埋一份。呢個係不能解釋嘅，總不至於2個人都瞓傻咗啩。總之係好奇怪咯。好，下次再傾。